优秀。Hello， 欢迎线上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抢到了头香，也感恩呢我们的雷道士哇，非常特别的名字哦。哦，风雨开始飘摇了啊！哦，所以说这个台南的永康地区这个风雨开始渐渐的变大了，对不对？但是呢，明天应该是没有放假了啦。欢迎大家呢，今天都非常的准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唱一首我们的歌仔戏曲调，叫做我们的都马调。也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对哦，知识长时行。成知才袂心惊吓，简短古涵广播，互恁听，祝恁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晚上好哦。明天可能要冒着雨去上班了没问题，我跟你一同同行因为呢，我明天也要冒着雨去到日照中心做服务，所以呢，你冒雨我也冒雨我们一起来去闯关一下我们的每一天呢，就跟闯关一样，也就跟呢等一下的主题有相关的这个连接性哦抱歉，来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这几天接近了这个快感冒的阶段呢，这个头脑都会有点断片然后呢也会这个声音不太好，但是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上来呢跟大家做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因为呢我们有 JOE 大大，我们有雷道士，我们有淑芬姐，还有很多很多线上的好朋友，等一下呢陆陆续续会上来，也感恩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感恩我们淑芬姐的关心哦。有啦，我装了一瓶这个舒跑哦，上来给大家看。等一下呢，会一次呢把它喝完哦。这个舒跑呢，一次都是买这个最大罐的，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哦，在这个电台这样子大罐的河水，我们装在这个蜡笔小新的水瓶里面，看起来比较好，可爱一点点哈。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台北地区哦，一样有这个降雨的几率高达70%。那呢，台中30%，我们的台南20%到10%左右而已。所以说呢，台南地区哦比较幸运一点点。那呢，明天我们跟这个雷道士哈，应该是不用冒着这个风雨啊哈。我们明天来赌赌看哈。然后呢，台东地区明天呢也是30%哦。但是呢，今天等一下会跟大家聊一些新闻哈，有关于我们这个宜兰，不管是苏澳啦、五节啦、东山啦等等之类的，我们这一次这个宜兰地区呢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先感恩呢，线上有订购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咖啡饼干的朋友呢，跟你们通知一下，给你们一个祝福，因为呢，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这个再来制作的饼干呢是原味的饼干，是我们燕麦片以及坚果的饼干下一批制作呢就不是咖啡饼干，所以说呢有吃到这个咖啡饼干的朋友，你们很有福气哦，也感恩呢支持一心原民戏剧坊。当然这些这个口味都会轮流啦都会再轮回来的，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放心你看手机的气象，明天的上班时间呢也是下雨天，要到10点之后才会出太阳哦。那但是呢，到10点之前我也是要出门的，所以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冒雨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从头唱到尾。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事随人在，愿苦切好海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爱乱来。哼，我会父好受，亲像姑娘，受苦又分开，行行计巧妙无亏，注定悲哀。一步经春山骄我自带，往下成烟台会古埋，冤家当真当心抓住财，
将将兄弟代，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拜？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呢七字调呢从头唱到尾。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呢来给大家唱这首歌曲哦？因为呢大家七字调也听过了，多马调也听过了，带七字一也听过了，七字摇板也听过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来唱一下这首七字连空奏哦。也就是呢，在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公主以及驸马呢，来各说各话的部分。他们各说各话，我们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那呢也会引荐到呢今天的主题内容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咯。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心急喝不了热稀饭为什么叫做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上周啊这个非洲猪瘟有没有？我们呢都不能宰猪，所以说呢你们大家都知道前段雨涵我本人呢白天在这个超市业工作，那呢这个晚上才上来做直播。那呢白天大家都会一直问啊，奇怪呢，不是可以宰猪了吗？为什么这个猪肉还没出来呀？什么肉还没出来啊？等等之类的哦。那呢今天也由于呢快要台风天了，就备了一堆货。那呢我在里面点货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有点肮脏但是呢后来就想一想呢，如果我们沉浸在这个烦恼当中，事情就永远都做不完。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沉浸在这个烦恼当中，就赶快开始点货啦。那呢在点到一半的时候呢，又想了一想，不对呀如果我们心里所想这个心急喝不了热稀饭所以为什么我要这么赶？为什么我要这么急呢？这样子为什么我要这么急躁呢？那后来又想一想，不对啊，但是我也没有要喝热稀饭啊，所以呢这句话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你有没有在心中常常会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去做 A 事情好了，我去做 B 事情好了，好像 A 比较好哦，好像 B 比较好哦。但是呢，当你选错的时候呢，常常会有点自责啦，有点后悔啦。但是呢，也跟大家讲不要做让自己会后悔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感谢呢我们的雷套史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大大呢都笑哈哈了也感谢你们的这个配合的笑声给你们一个尖叫声。真的很常呢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有这个天使以及恶魔，就犹如我其中有一集有所讲的这个天使与恶魔呢，你选谁呢？也没错啦。突然间想一想，觉得说呢，对啊，心急喝不了热稀饭，但是我又没有要喝稀饭，我为什么要觉得说要心急呢？所以我们就凡事慢慢做，凡事顺心的做，只要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那你每一天呢就可以过得非常的顺遂哦。再来呢，要来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明天的天气呢，台北地区有高达70%哦，所以呢，台北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了。然后呢，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以及台东都大概在30%啦、10%、20%左右，所以比较还好一点。今天的新闻呢，都比较靠近这些宜兰地区的啦欢迎我们的冠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收听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哈，你可以发现很多的音效啦，很多的配乐啦，也感恩呢这一次呢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呢的所有配合的老师哦。编剧呢是由我本人哈，然后后置剪辑呀、美工啊等等之类都是有郑雨涵。那呢也感谢我们这一次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以及音乐设计、音乐的录制，我们的桃园大明园歌剧团，我们的谢学祥老师、谢香涵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都感谢这些老师哦，才有这些非常好听的背景音乐哦。再来呢，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哈，都在这个宜兰地区的比较多。这个宜兰的苏澳地区哈，因为昨天淹水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呢，当然国军弟兄啦，也用这个军用车呢，这个大卡车呢，进去救灾，但是呢。一不小心哦，因为呢，这个有小客车呢冲到了这个路上，但是已经被这个水给淹没了，也看不到这个底下有小客车，所以说呢，这个国军弟兄呢就给他开过去了。到了今天早上呢，水退了之后呢，这一些灾民呢去到现场一看哇，心爱的爱车都被这个碾碎了。那为什么会抓到元凶？为什么会知道是这个国军弟兄的车子碾过呢？因为这个钣金上有这个这个轮胎的这个压痕，所以呢抓到元凶了所以呢，这个胎纹呢太过于明显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被抓到元凶了也没关系啦，因为这个国军弟兄应该会赔偿的这是国家级的为了救灾。所以说呢，不小心碾过了，因为这个小客车也被冲到这个路上了嘛，也不知道对，感谢我们的最后一大大的掌声，以及呢我们的雷道士的掌声，还有呢雷道士回复他说：“天哪，对啊，真的是天哪！”那个车主一到现场，一看到自己的爱车，我想应该是一个。哇，那你啊嘞之类的就是心里满满的脏话，想说怎么会被碾过呢？应该是这样子欢迎我们的 WISS 大大，晚上好，雨涵，也感恩我们的 WISS 大大感恩你，掌声鼓励鼓励。这位好朋友之前有上来过吗？还是经过哪些朋友认识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昨天呢，也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带领一群人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有来看过我没问题，感恩我们的 WSS 大大感谢你来收看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也记得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所以欢迎线上的好朋友都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然后呢，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加入我的赖群组，在底下的连结很喜欢我的风格感恩 WISS 大大。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有换头贴？开玩笑的因为呢，我想说，我好像不记得这个头贴，我想说问一下说呢，你是不是有换过这个头贴所以说呢，这车主呢，当然去到现场呢，我想可能是有点心里在骂脏话，就是说呢，我的爱车被碾过了。但是呢，每个人面对一些不管是挫折，面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都不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跟大家讲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呢，我一个闺蜜同事。大家可能都线上朋友大家都知道呢，钱蛋雨涵是这个同志那呢，我一个闺蜜同事呢，就是女生同事那呢，她就一次搬货的时候呢，这个货呢就倒向她自己这边了，就夹到手了。但是呢，她当下就啊一声而已，啊一声，我想说
发生了什么事哈，我就关心了他一下，他就没事没事没事之后呢，他就从这个货中呢，慢慢的把手抽出来，就说。呀，着我的手，刚好那个手套呢，刚好从这个货当中呢弹出来，结果呢，我真的当场我真的忍不住我的笑声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像是戏剧呀，还是像是电视剧一样一个慢动作，呀，着我的手，刚好那个手套弹出来结果呢，他前几天在讲他说呢，其实他当下非常的痛，结果呢，我居然都没有关心他，我说你这个慢动作，谁知道你真的很痛啊？再听一次还是很好笑，真的，这个故事呢太好笑了。然后呢，他就提供了呢，他就说你可以在你直播上呢跟大家讲说你其实呢每天上班呢都逼大家一个笑容。我每一次呢每天一上班的时候去到这个公司里面的时候，我就说微笑。早安，微笑，你要笑哦。谁谁谁，你要笑哦。那呢，比起大家微笑之后呢，晚一点我就问大家说：你有没有爱我？你有没有想我？这样子啊，来带动大家的气氛。那呢，我这个闺蜜同事她就说呢：你真的很坏耶！当我这个咬得手的时候啊，或者是呢，我不小心被自己的脚绊到很痛的时候啊，你都是第一个哈哈大笑，而且笑得很大声的那一个。然后呢，每一次笑完之后就问说呢，你有没有爱我？但是我真的非常爱我的同事啦这个是呢由他自己所提供，他说呢叫我一定要上这个直播电台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呢，他说呢，我要先问大家一句请问线上的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爱我呢？如果爱的话呢，写一个爱这个是呢应观众要求，应他的要求再来呢，跟大家播报的新闻呢，也是宜兰的新闻这个宜兰的五节乡有很配合线上好朋友呢，欢迎你们！哇，有多多的爱心呢，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雷道士感恩你们！也欢迎线上朋友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起来哟！这个雨涵电台的频道呢，都是由我钱丹雨涵本人来做主持，偶尔呢会有一些来宾，有好友访电台的节目。那呢，这些节目呢，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下去策划、下去想主题、下去规划的所以说呢，也感恩大家的支持一般来讲，我们平常呢都是在推广一些戏曲文化、一些生活小知识、一些新闻小知识，然后呢也会跟他唱唱歌。那呢也欢迎大家上来聊天做互动，感恩大家。那呢再来播报的新闻呢，是在我们宜兰的五节乡因为呢那里也淹大水了，所以说呢有3个这个货柜就这样子冲在这个路上啊，但是因为也淹大水了嘛，所以其实也不知道淹在哪一条路上了。但是呢，它也撞断了这个电线杆也感恩现场的好朋友，以及呢不管是你刚好去到宜兰旅游的好朋友啦。今天新闻也有在报有一群年轻人呢，刚好去到宜兰游玩的时候呢，也顺便去救灾，所以呢，也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每天的这个每周1到5的8点钟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可以顺便聆听这些新闻小知识当然呢，不管你在做家事，你在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甚至呢你在吃晚餐的时间，也都可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再来呢，也是宜兰的新闻哦，有车子呢进隧道之后呢，发现哦，这个水呢开始淹过来了。我请问你们哈，如果你们进到隧道之后，发现呢水淹过来的时候呢，你们会做什么反应？因为这一群人呢，因为发现了开始淹了小水，怕车子抛锚，然后呢，他们就呢下车去推动车子哦。但是推动车子呢，推到这个隧道口的时候呢，发现呢，其实前面还有一群人也在等待哦。所以说呢，不知道你们如果遇到呢，你开到了这个隧道口，或者是已经骑到隧道口了，结果发现呢淹大水，请问你们会怎么来做呢？都可以呢线上跟我们做分享咯。再来呢，节目到中间后，我们来唱首这个七字调给大家来做聆听。这首七字调呢，是在论身份以及地位，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等一下呢，再唱不同版本的七字调给大家听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七字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知。天的君亲属就交拜，君在天上，你敢不知？在家父表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烟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说明。刚刚呢是用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七字调的歌词来唱给大家听。等一下呢，我们用不一样的这个七字调的歌词来唱给大家听哦。这是呢由我的恩师林显元老师所写给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也就是呢这一次贩售这个咖啡饼干的剧坊，他们所演出的佛教剧哦。那呢，我也引用了他们的这样的歌词来唱给大家听一下不一样的七字调的感觉。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调，感恩大家。观音菩萨救苦难，菩萨普渡去调山。是福无限，天下心外之物，本是自在，是不带来。心不带来，万般困难必有可改。人生难定，
这一次呢，引用他们的歌词哦，来唱一下不同版本的七支调。当然呢，从中我有唱错歌词的哦，因为临时所看，临时所唱哈。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新闻，也有跟大家唱到歌曲。那呢，来广告一下，这礼拜五呢，由我们新谐星歌剧团呢，在这个左营的中山堂户外广场呢，有来演出这一出七爷八爷哦。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这礼拜五的晚上7点钟，欢迎来到这个左营的中山堂户外的广场，可以来收看新谐星歌剧团的七爷八爷，感恩大家。哇，我们的雷道士说很好听哦，感恩我们的雷道士的称赞哦。今天还有很多好朋友没上来哈，我们的策哲、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还有我们的淑英姐哈，还没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感谢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雷道士，我们的淑芬姐，还有我们的冠宇，都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线上的好朋友也还有我们的 WISS 大大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再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呢，就是呢，这个女儿哦，她是这个护理师。这个女儿呢，她是护理师哦，但是家门口呢，因为淹大水了，也没办法去上班。那呢，左想右想呢，她又得骑机车去上班啊，也没办法骑出门啊。所以呢，这个父亲哦，就帮她用这个竹筏呢，他的机车呢，就先载在这上面。然后呢，用着竹筏把它推动到没有水的地方呢，才骑着机车出门哦。所以呢，哇，这个真的是父爱，以及呢，也看到呢，我们的白衣天使哦，我们的护理师呢，是多么的尽责哦，一定要去工作的哦。感恩这一则新闻，也感恩这个护理师哦。再来呢，跟大家播报的新闻哦，哇，今天的一整个新闻哦，几乎呢都是这个宜兰啦，不然花莲啦，真的都是几乎都是如此。当然哈，等一下也还有要播报一个新闻，是可以领这个免费的烤鸡以及免费的鸡排的故事哦。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故事吗？如果知道的，知道时间地点的呢，也都可以在底下来做留言哦。对，真的哈，这个父爱如山，大家可能遇到台风天呢，其实基本上哈都不太想要出门了。但是呢，哇，真的哈，这个护理师呢，你看邀他的爸爸呢一起，这个出门哈，哦，好像领不到了耶。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播报这个呢，可以免费来领取的哈。哇，欢迎呢这个来自台湾的小蛋仔，哇，还蛮特别的名字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为什么会取这么可爱的名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是谁呀？然后呢，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啊？也蛮可爱的哦。这个来自台湾的小蛋仔，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而且我看好像是小朋友也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你有吃晚餐了吗？今天有吃完才上来跟大家做直播节目哦。虽然时间有点赶哦。再来呢，也是宜兰的新闻哦。这个宜兰的烟波大饭店既然这地下停车场呢也淹水了，所以呢淹了呢大约有50几辆的汽车听说呢原本有人要退房了，但是呢这个饭店的人员呢跟他保证说你放心，我们这里非常的安全，不会淹水。结果呢
不小心还是淹了，所以呢，地下1层以及2层呢都淹水了，淹了50几辆的汽车哦。当然，车主呢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是当然的哈、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也有我们这个宜兰的五节乡，这个呢虾皮的货运呢，这些货呢已经冲到了这个路上了哦，所以呢，呃，宜兰这个五节乡的朋友，你的货呢已经淹在水中了哦，那呢虾皮呢也会照价来赔偿了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喽。哇，我们的这个小蛋仔呢，中原报准时间哈，这个8:35，没错哈，可能小蛋仔是有在玩这个蛋仔哦，有在玩扭蛋，是不是？还在玩什么？蛮可爱的名字哦。欢迎我们的线上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你是小朋友啦，你是大人朋友，都欢迎你收听哈。因为呢，曾经也有这个桃园农工的小朋友，也有7岁的小朋友，也10岁的小朋友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那呢，等一下哈，这个是你的麦克风是什么牌子的吗？是这样子吗？哦，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哈。我的麦克风呢，也是在虾皮所买的哈，是这个蓝牙连线的麦克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也都可以到虾皮搜寻这个无线麦克风哈。哦，你是说广播电台的这个序号哦？没有，我们没有广播电台的序号哦，我们只有线上收听。所以呢，欢迎你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那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但是呢，你还是要认真好好的读书才是最真实的哈。所以呢，像是上次那个10岁的小朋友，他说呢，他隔天要考试，我也跟他讲说呢，那你先去读书哈。结果他说没有啦，我是呢一边听你的广播节目呢，一边在读书哈。我想说，你要怎么读得下去嘞？经过钱淡雨涵呢，主持的节目呢，应该都是微微的有点小嘈杂的啦，所以你说要一边聆听广播电台，一边呢来读书呢，我想是有点小困难的哈。再来哟，也有宜兰的小朋友哈，这个宜兰的小朋友呢，划着自己的独木舟呢，出去呢买个早餐哈，网友都笑称呢，这个买到回家哈，都变午餐甚至晚餐了啦哈，所以说呢，哇，这个小朋友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呢，在这个台风天以及雨天呢，当然了哈，这个台风呢已经变成最轻微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哦。真的，我也蛮佩服那小朋友哈，可以一心多用的哈。来，我们来听个歌曲，然后呢，我先喝口水，等一下来唱唱歌给大家听哦。再来呢，要来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的《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以及《风萧萧》哦。这个呢，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这个驸马要出台的这个演唱吼，所以说呢，比较气势凌人的感觉。欢迎我们马来西亚的淑英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
没问题的。你刚才在做家事哈，刚刚才在提到淑英姐怎么还没上来哈，也给你一个欢呼声喽。哦，一看到我们淑英姐哈，一定呢，这个是掌声啦、欢呼啦、尖叫啦，再多给你一个亲吻哈。哇，特别欢迎你上来哈，因为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所以呢，当然呢，都非常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外国的好朋友哦，我们的 VIE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啊，我们的小蛋仔呢，都互相的打招呼喽。感恩我们的淑仪姐哈，刚才在做家务事，刚才在做什么家务事呢？拖地呀、扫地呀、然后清洗碗盘啦，还是在做什么呢？也都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先来唱个歌曲，这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领红绫，贵妇替阮王守礼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会满身形。一老生病，叫万姓。哎呀！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句啊，罗君知音，回顾做义如兵。小小红灯，困在路边，困在路边，听你情影，不由归爱红花景。这首呢是我们的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以及风萧萧哦，也就是呢代表我们驸马呢很生气出台所唱的歌曲。感恩大家帮我按爱心，感恩大家呢帮我按这100分哦，感恩大家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有跟大家播报一些呢这个新闻哦，等一下呢要再继续来播报下去哦。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新闻哦，是有关于我们小客车相撞的新闻哦。这个小客车呢，这个相撞之后呢，有一台车子哦，就这样子360度的旋转，转呢，转到这个棋牌馆的前面，就给它横冲直撞的撞进去了。哦，当然呢，就有4个路人呢，其实原本是这个棋牌馆的客人呐，他们只是呢刚好在外面呢聊天。结果呢，当然就被撞了哦。所以说呢，大家置身在外也要注意安全。真的是这个你不撞人，但是呢，别人也有可能来撞你哦。也非常的遗憾。当然呢，撞了应该是没有事情，有这个医护人员去抢救哦。当然，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再来呢，是有我们这个彰化的新闻哈，有这个彰化呢的堆高机业者哈，这个堆高机呢，他就这样子在路上呢回转，结果呢想不到有一个机车骑士哦骑经过呢，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堆高机的前面这个站板的地方哦，结果呢他就撞下去了。当然呢，只有轻微的擦伤，但是呢，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哦，尤其这个堆高机的前面这个
谱除还是叫什么，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吼。再来呢，跟大家播报的新闻呢，就是可以免费领这个烤鸡以及这个鸡排的新闻哈。先来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当然呢，这几天呢，大家台风天了哈，大家就会在线上呢赌注一下，赌说呢可以领什么可以说呢如果呢哪个县市没有放台风假啦，还是哪几个县市呢没有一起放的话呢，就发放烤鸡发放鸡排哦。在我们这个南投以及台东地区呢这个假日的礼拜六哈。就是各2个礼拜六，那呢会发放100只的烤鸡，是这个业者呢去赌注的哈。那呢详细的地点、详细的讯息呢，你就上网查一下烤鸡或者是免费领烤鸡，我相信呢会有很多的资讯告诉你哈。再来呢，是跟大家呢播报呢这个台大在这个礼拜六，然后呢也有人要来发放这个300份的鸡排，原因是因为呢他说呢这3天的台风天呢至少会放到2天当然这个网友就回应我知道你的大气，但是呢你不认识蒋市长的小气所以说呢没有放到这个2天。所以呢，他就请大家来吃鸡排。这礼拜六，这个台大呢会发放300份的鸡排，是由我们这个台大的学生的赌注咯。再来呢，一样要跟大家广告一下，哇！欢迎我们的潘俊廷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再多给你一个亲吻哈。感恩我们的俊廷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线上好朋友呢跟我打招呼哦。我也才知道我们线上的好朋友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彻哲终于上来了我看一下我们彻哲的留言。彻哲说呢，这个祥和春风，然后呢草原开拓，更美观人生观，新转眼界，然后呢天天在这个才华心胸开拓祥和抱歉。然后呢文化美观的逍遥舞台展现，带领我们的真心传承的应用，你我之间呢是个祥和，天天极乐更是呢这样子祝福大家美好的夜晚。感恩我们的彻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哇，彻哲呢每次呢在这一些的招呼以及用语上呢都非常的好都会跟大家讲谢谢大家，以及呢今天有看到这个极乐，哇，非常快乐的感觉，这个极乐哇，感恩我们的彻哲的用语也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一样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经过呢一心原民戏剧团呢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个咖啡饼干之后呢，你看哇，这个呢下一次他们所要制作的是原味的燕麦片的饼干，以及呢这个坚果结合的饼干。因为他说呢，让这个老人以及小孩大家都可以食用，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来尝试改天来跟他们继续呢来结缘一下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也会线上跟大家来做播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小蛋仔说呢，这个可以讲一下凤凰台风吗？
抱歉哦，雨涵的电台呢，不是专业的这个新闻知识的这个电台哈，所以说呢，我没办法跟你讲这个凤凰台风，你这个要去看新闻台，会有气象主播来告诉你哦，他们讲的才会准啊哈，不然我没办法跟你打赌，比如说300份的鸡排，300杯的这个珍珠奶茶哈。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这一次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我们的音乐设计、音乐录制，我们的桃园大明园歌剧团，以及呢我们的谢香涵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当然呢，演唱、录制、后制、编剧等等之类的，就是由我本人钱蛋雨涵、郑雨涵本人来做制作。那呢，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啊！底下呢的连结有我们赖群组的连结，以及 CD 专辑的购买连结哦，也欢迎大家。也感恩呢这个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寄售店家，有我们台北地区这个乌来老街海角8号咖啡厅，所以在乌来老街也买得到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由歌仔戏呢进入到原住民的生活圈哦。再来呢，也感谢呢我们台南大埔福德祠的隔壁这个财旺马吉也是我们的寄售点哦，还有我们的南门假日花市里面的南门水晶店也是我们的寄售点，还有呢我们台南南宁街街道里面的南宁果汁餐饮店也是我们的寄售点，还有我们的台南的福吉路里面呢，这个 QQ 宝早餐店也是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寄售点哦。还有我们台南呢，这个开元路以及呢南园街的附近，这个龙凤同心意面呢，也是我们的寄售点。还有我们台南这个丽华印刷厂，感谢我们丽华印刷厂的胡神老板哦。他说呢，在丽华印刷厂所购买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这个胡神老板呢，免费招待你他亲手冲泡的意式浓缩咖啡，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在我们台南新的景点哦，这个台南西市场，这个国华街以及中正路的附近这个西市场的里面，卡雅手作永生花也购买得到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感谢以上的合作寄售店家，也感恩帮我张贴海报的店家哦，不论是我们这个西市场的隔壁点缀的材料行，以及呢我们台南的正大书城盛大书局也帮我呢张贴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海报。还有也感谢我们南台影城的隔壁呢的饮料店也看得到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感谢以上众位的店家还有很多很多店家介绍不完的感谢大家今天上来聆听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来唱一首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给大家听哦，感恩大家。用公婆七十相寿，幸福快乐无留，为爱多做几拜寿，年年今宵老优秀。
下呢，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车哲说呢，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好的，有坏的，以及呢，我们不能为了时间上的运用，我们的心胸开拓，要转换我们的观念。如果呢没有认真的磨练呢，你是不会体会到这个环境有所不同，每分每秒把握自己，不放弃，不孤单，要开拓心胸。不要障碍把自己关起来了哈，每个人的这个客观，把自己的心胸走出去，通通的这个喊出来，在每天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呢，都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听着鸟叫声，听着人的声音，听着各种声音，听着舞步的声音可以让自己呢这样子心中的杂念呢，可以排除掉在这个外表的体质是柔性的，你的心胸开拓呢，开拓完之后呢，就没有这样的孤单哦。感谢我们的策哲给大家的祝福，以及呢互相的鼓励，感恩我们的策哲。抱歉我虽然看了字呢，还是给他念的这个哩哩啦啦还是念的有一段没一段的抱歉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小蛋仔，他说呢，忘记问我这个麦克风还要搭配蓝牙喇叭，对不对？没有我的是直接接控盘，控盘呢就是接音效卡，可以直接输出进我的手机的。所以说呢，不要看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电台还要打灯光，还要用电脑，还要看平板大家的留言，然后呢还要控制这个控盘。那呢，等到下播之后呢，还要各项东西的充电可以说这个至少5-6件的东西要下去充电，才有办法准备隔天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体会到就是说呢，不止我们人要充电，东西也要充电，每个人事物都要充电。那呢，我们就互相的把这个善缘推广下去，散播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家人，给你的陌生人也好，甚至呢一个服务人员，我们就把这样的善念转化给每个人。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我们的 JOE 大大说辛苦了，哇，不辛苦，因为我们有这个 JOE 大大，我们的蛙贵呢，哇，每次呢都上来给我们力挺哦，也感恩我们的蛙贵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真的是力挺我们呢可以说这个是不散的啦这是一起享用这个文化的宴席。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而且呢也感恩大家。那呢这个麦克风以及控盘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小蛋仔在我的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这个PQS 直播器材材料行，你可以呢点这个连结呢下去跟他们做接洽。我下面有写声卡的牌子以及呢这个型号那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点进去这个 PQS 的直播器材材料行，也感恩我们的 PQS 直播器材材料行呢来跟我们做配合，让我们每一集的直播都有这么好的声音可以带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哦。所以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有福气，感恩你们。当然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非常的感恩你多多的跟我们做互动，也有呢，我有在看到你群组里面也都给我们按表情符号按赞的，所以呢也感谢你多多呢进我们的群组来做互动。所以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群组连结，欢迎大家那呢这礼拜5的晚上7点钟，在我们的左营中山堂有我们新协新歌剧团的7爷8爷的公演戏，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
感恩3件事情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双手往前举，慢慢的往上平举。再来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慢慢的把自己的手放下来，去观察呢自己的手有没有发烫的，甚至呢有手麻的朋友，我们多做几次这样的运动哦。再来呢，跟着我的声音，跟我一起引导的方式呢，一起来做哦。现在呢，我们把自己的双手弯曲向上，这样看得到吗？弯曲完之后向上，手心朝上哦。再来呢，往外摊手，2只手一起哦。这个呢是在拉背运动，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把自己的手慢慢的收回来，跟着我的声音要引导你们感恩3件事情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所想自己感恩的3件事情，无论呢是跟朋友，是跟家人，是跟陌生人，是跟自己的同事，甚至跟自己的主管，甚至呢，你面临今天公司所发生的事情，也都可以来感恩3件事情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做了感恩的3件事情呢？也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阿涵今天跟我碎碎也无，这是呢在模仿以前的台湾奇案的啦。如果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呢，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哦。那呢，大家如果聆听了觉得不错，要记得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分享到脸书，分享到 IG， 分享到你的 LINE 里面，都欢迎大家哦。感恩大家今天上来做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小蛋仔说呢，有运动到了齁，麦克风也要充电吗？要啊，这个麦克风里面也是充电电池，它还有一个接收器，也都要充电。所有东西呢都要充电，包含你的人也都要充电。所以说呢，刚才才会叫大家呢一起来做运动，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就是呢让自己来充电，让自己有正能量哦。哇哦！欢迎我们的这个 Japan 的朋友哈，感恩你，欢迎 Japan 的朋友啊！这个我不会念我们的这个九雄哈，前面2个字我不会念哦。欢迎我们的九雄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
我告诉你哦，直播主呢，就是从小不爱念书哦。像前几天呢，我以前去打工的这一个音响师傅呢，他就突然间私讯我了。他跟我说呢，哇，从小呢不爱念书的这个小朋友哈、居然当上这个老师了，还当上主持人了哦。真是感谢我的音响师傅。那有机会呢，我们也会回去呢，帮你一下哈，我们再一起来共事，一起来工作一下。那呢，我也会把这个 CD 专辑来送到你家哦。感恩我们的这个全盛灯光音响，掌声鼓励鼓励。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呢你过去有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我相信哦，老板呢回头看到你的付出，看到呢你的感恩，你的呢这个正能量越来越广的时候呢，老板会回来自己来找你哦。所以感恩我们台南的全盛灯光音响。早期叫做旺旺灯光音响哈，如果大家有音响需求，或者是呢自己想要开场演唱会，甚至呢家里前面呢要办个这个流水席的啦，甚至有需要舞台灯光的，都欢迎寻找我们的全盛灯光音响，掌声再一次。哦，叫做绝口，所以这个叫做绝口九雄。哇，感恩我们的绝口九雄，我们的这个 Japan 的朋友哦，感恩你再一次呢，给你一个亲吻哦，感恩 Japan 的九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蛋仔说呢，哇，感谢广播电台，然后呢也有运动到了也有好处，然后呢也有感恩3件事情，感恩我们的小蛋仔哦，刚刚呢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也就是呼吸法的演练，然后呢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就是呢你今天从头到尾呢，你谢谢某个人，谢谢某件事，或者是呢谢谢你的老师，谢谢今天刚好放到台风假，或者是谢谢什么事情，那呢就是感恩哈。那呢我们讲比较文言文一点，叫做感恩。那呢跟小朋友讲，我们就讲谢谢这2个字，就是你谢谢什么事情这样子哦。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这样的传达。也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大家晚安喽！节目最后，我们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那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一样打字上来，我会做回复哦。感恩大家，让我们明天再会喽！跟大家提醒一下，明天是我们的礼拜4，所以呢，礼拜4是台语电台。那呢，明天马仔咧是讲咱的台语哦吼，咱礼拜4是台语的电台，每礼拜1到拜5拢暗时8点有咧准时，而且咧直播吼。马仔是咱台语的电台，所以马仔咱空中再会，感恩谢谢大家。温阳光波起早相求，心不怕心波流。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老优秀。感恩我们的冠宇，感恩我们的周一大大，感恩我们的雷道士，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再会哦。感恩今天线上的很多好朋友，我们的周一大大，我们的雷道士，我们的淑芬姐，还有我们的冠宇哦，还有我们的 WISS 大大，以及我们的小蛋仔，还有我们的淑英姐，还有我们的 VIE 大大。还有我们的俊廷，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策哲哦，我们线上的好朋友，还有我们这个日本朋友，我们的绝口九雄，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大家明天再上来聆听
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记得上来做聆听哦。云端八方心相凭，好的皇冠便随天梯乐观天不移。抱歉，刚刚没有跟我们的 RABB 大大打到招呼哦，我现在才看到，也欢迎我们的 RABB 大大哦，感恩你啊！抱歉哈，刚才没有跟你打到招呼，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哦哈。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所所有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也感恩我们的车哲给大家的鼓励哦。他说呢，我们在直播间的文化观感美好的空间，小小时间里的陪伴并不孤单。我们有着人气，每个人的祥和带给每个人的空间，带给直播福气满满。所以说呢，这个老烈滚滚啊哈，感恩大家哦。也就是呢，我每一次在直播前的点灯祈福上，我也都跟这个虎爷所讲哦，把这样的福气呢推广给每个人，散播给我这个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这些观众朋友。所以说呢，来聆听雨涵广播电台都带有满满的福气哦，感恩大家。是的，你有一起来做这个感恩3件事情哦，感恩我们的小蛋仔。那呢，我们晚安，明天再会喽。贵府提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尊刑，驸马怒悔满心兴。一道生兵要万幸。心家辈不将礼敬，命所照我，老君知音，陪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吟，不由过爱红回应。呀，驸马，怒气冲冲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色，互人毁意财。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家爸在府，
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苦苦写事，依我动咯，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因为阮亲属啊，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在家好庙啊，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经叫帝王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无把我坐到位，将为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谱，我单独一人上客贵，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心明不知你